主后2023年1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会热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创世纪第9章18节到29节。那一囝对大船出来的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含是迦南的老爸。这三个是那阿一囝，因的后代分散去全世界。那阿是第一个财政葡萄的做事人。那阿啉酒醉，伫布边内赤身裸体。迦南的老爸含看到因老爸赤身裸体，去甲伫外面两个兄弟讲。闪甲雅弗摕一领衫，靠伫因的肩头顶，倒退行，惹因老爸的身躯，因的面往外面，无看到因老爸赤身裸体。那酒醉醒，才知细汉囝的所做，就讲迦南着受咒诅，伊要做伊的兄弟上卑贱的奴隶。那佫讲，着学了上主闪的上帝，迦南要做闪的奴隶。愿上帝互雅弗确定，互伊住伫闪的布边，迦南做因的奴隶。大水了后，那要活350年，那总共活950岁才死以上。听会热看。迄一日，那一家人行出大船，那着去祭坛献祭。上帝欢喜降落迄芳芳的气味，就用轻做立约的记号，表明无要搁再用大水灭绝大地的万物，搁束缚那阿一家。过无偌久，那做农夫栽种葡萄，搁将收成的葡萄结做酒。有一日，毋知那是毋是啉酒过量，还是未堪得啉酒，竟然啉甲醉茫茫，脱体倒困伫布边呢。草拄坎细汉囝含来找老爸，闻着布边内浓重的酒味，竟然看到老爸全身脱体倒伫涂骹。照理讲，含看到安尼的情形，应该赶紧去找一块大白布，甲赤身裸体的老爸身躯遮盖地，免得失态会落溃疡，互看到。总是伊毋若无安尼做，反倒走去讲互因两个兄哥知。两个兄哥听到即个事情，随时准备一领长衫，因深恐对老爸有所不敬，行倒退步入去布边内，甲长衫盖满点老爸的身上，然后恬恬离开。对于经文的讲述，咱看到那酒醒了后，对含的举动大受气。伫大受气中，那咒诅含的下一代迦南，互伊的后代变成做苦工的奴隶。迦南无端受光入，成做无辜的受害者。渐渐不论那失态的问题，赤身裸体是毋是需要负起某一寡道德责任，还是致使咱对伊有负面观感？若对伊三个囝的两组无共款表现，甲路人的丑态，也是保护尊严的热看，这值得咱深入来探究。咱对含的举措，致使子孙受咒诅，
可能会为着伊抱屈，表面上含若像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只不过将伊所看见的，甲伊的兄哥讲若定。伫咱的社会，看见佮揭露别人隐私的亚康事件，不管是倒会发生，敢毋是，敢有严重甲爱对揭露者的代代子孙下遐尼啊重的咒诅。总是进一步探查才意识到，当人的隐私需要保护，煞防世界宣扬，迄阁是偌大的伤害呢？这互咱深思，含看到老爸失态就随即揭露的举动，显然是冲动、妄动、无尊重，甚至是甲老爸的尊严踏入涂骹站的行为。安尼做的后果，往往会带来更较侪的伤害和冲突。伫生活中，当咱发现别人的负面隐私的时，爱做的毋是做放上头世界报扬，是着大声安静落来。咱通先想看觅，伫对方的需要，我通为着伊做啥物？我通采取倒一寡措施来帮助伊。就亲像闪和雅弗因两个兄弟所做，当因听见老爸赤身裸体倒伫布边的时，就准备一领长衫，甲老爸遮看，互老爸酒醉斗开见笑的样态，通得到保护。另外，因两个兄弟仔为着顾全老爸的尊严，伫到现场的时，是倒底行进入布边，面冤枉外面，避免互老爸搁再受冒犯。因诚实稳重的做法，值得咱学习参照。默想，伫信仰旅程，我可能是迄个上大声看见，搁发现某一寡人透露真相的目击者。伫迄阵，我着安怎做？伫信仰的旅程，我可能是迄个上大声看见，搁发现某一寡人透露的真相的目击者。伫迄阵，我着安怎做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提供上好的遮坎，就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抹擦，互我免受恶者的控诉。我承认我的罪，搁接受你用疼来遮坎，互我通得完全不致见笑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